干嘛非拉我出来逛街呀？都多久没一起出来了？你今天好不容易休息。行，我马上到。我同事小周生病了，我去看看。他生病了找朋友啊，找同事算怎么回事？他在这边没什么朋友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所以你就可以为了他丢下我是吗？我今天下班紧赶慢赶，终于买到了他们家新出的甜品，你快尝尝。啊，放那了。跟谁聊天呢？这么开心？你尊重一下别人隐私好吗？今天谢谢你了，我知道有家特别好吃的甜点，改天请你。你不是刚给我买过这个吗？怎么又买了？送同事的，之前他帮过我忙。就不能送点别的吗？不是说好这个只给我买吗？你别疑神疑鬼的，哪儿那么多事儿啊？